我另外咧好中意嘅鐵線蓮就係呢啲一類嘅鐵線蓮。咁而家睇到咧藍色呢個咧就叫做 Lagoon，粉紅色呢個咧就係叫做 Willy。咁我趁佢未開包之前咧影俾大家睇，因為我發現佢就算未開花咧，你睇佢啲花苞咧啲顏色都好靚嘅，同埋你睇下好多好多花苞。其實我只係第3年，但係佢已經啲花苞咧係好多，即係好有滿足感。呢個差唔多開啦。佢開嘅時候咧，其實好似雀仔咁，好靚。咁到時開花咧，我一定會再影。不過我覺得趁佢而家未開花咧，都影俾大家睇，因為佢由花苞已經開始好靚，已經好有觀賞價值，所以我想趁而家做個記錄。咁到開花嘅時候咧，再同大家分享。